好，气象署伫今仔日透早的时阵，就来发布风台防洪的陆上警报，提醒北部甲东部地区呢是受到这风台外围环流，也有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所以拜二开始就要注意这大水雨的情形啊。也那中南部呢下暗开始这风雨嘛会愈来愈大，目前这防洪已检做是轻度风台。气象署表示讲，伫挖进台湾的过程当中，这风台可会继续来减弱。 风台已经减弱变作轻度风台，也毋过因为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影响，气象署提醒拜二北部甲东半部会落大水雨。气象署表示，虽然目前中南部的风雨无明显，但是风台对南海渐渐行向台湾南部的过程，外围环流会对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、台东甲恒春半岛造成威胁，中南部的雨水也会开始增加。 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，这样子外围环流或者是台风本身会开始逐渐影响到中南部的这一带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风场的转变之下，北海岸东半部的雨势有略微减缓的趋势。不过在中南部也会经历一波比较短暂，但是可能当中伴随比较强的降雨。气象署讲，风台上紧伫拜三下晡至暗时会登陆台湾，受台湾地形影响，伊的强度会阁减弱，甚至有可能变作热带性低气压。 到时北部、东半部的雨水会转河，中南部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要特别注意落雨情形甲强阵风。有估伫拜四透早，风台就会离开台湾。 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台南以北、基隆北海岸，甚至部分的中部以北的内陆地区，还有在恒春半岛，都是有较强阵风，或甚至在我们的沿海的这一带呢，其实黄色的部分是可能会出现10级阵风的范围。澎湖、金门、马祖也是持续可能会有这种10级左右的强阵风。气象署提醒，拜三是风台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，西南部沿海要注意大影，也阁有9级至11级的强阵风，乡亲要密切注意风台安全行。记者陈心东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